共和党候选人川普顺利选调美国总统，咱总统赖清德冇公开大文向川普恭喜。伫川普的任内做国安顾问的欧布莱恩冇转达咱赖总统的大文表示感谢。即马有真侪国家领袖拢有公开向川普恭喜。德国讲会继续和美国合作，也拿洛西亚是透过发言人表示，就算川普选调，美国也是对洛西亚无友善的国家。也拿中国是回应讲，尊重美国人的选择。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做出回应。咱总统赖清德出了暗伫社群平台 X 发文，恭喜川普胜选，并且讲对台美的伙伴关系有信心。川普团队的核心也是可能的国务卿人选欧布莱恩，也转载赖总统的发文，并且讲这对美国甲伊的合作伙伴来讲是一个美好的暗暝。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肖兹也拢再一遍讲希望甲美国合作。而且也讲会继续伫咧甲欧洲利益有关的代志有所坚持。Noch ist die neu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nicht im Amt. An vielen Stellen wird sie ihren künftigen Kurs erst selbst noch definieren. Für uns ist deshalb umso wichtiger, dass wir weiter unsere Gesprächskanäle nach Washington nutzen, dass wir schnell Arbeitsbeziehungen mit der künftigen US-Regierung aufbauen und unsere Standpunkte angleichen. 川普的亲密盟友匈牙利总理奥班讲，川普的胜利是世界正需要的胜利，包括北约、英国、以色列、乌克兰等盟邦的领袖，第一时间拢公开向川普表达祝福。以色列总理纳兰雅胡讲，川普当选是史上上伟大的东山再起，是以色列加美国伟大联盟强国有力的再一遍承诺。因为俄罗斯发言人是讲，美国犹原被看作是对俄罗斯无友善的国家，总统普京无打算要恭喜川普。Улучши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и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ходятс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самой низкой точке. А дальше уже будет зависеть от следующ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ША. 因为川普北讲要提悬对中国的关系，所以即马大家伫咧看中国的对美外交政策，甲未来中美关系变化。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关税哈，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中东国家移动的发言人淡化美国大选对国内影响，因故有消息讲，川普可能加大对移动的施加压力政策。哈马斯官员是希望川普会当记住顶一任的错误，并且伫以巴和平上采取实际行动。因那即马抑搁伫战争的加沙加黎巴嫩的民众，拢希望川普会当做到伊竞选时阵的承诺，为中东带来和平。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